咱开始来读1636年5月15吼，昨昏读到因去拍迄个小琉球吼，拉美吼，拉美岛、金西岛啦吼，伫迄个也是叫做金西岛。我昨昏敢若伫咧 Google Maps 看着讲，小琉球的英文名是。伊即嘛敢若拉拜 LABAI 拉拜 Island，但是我毋知影我是伫啥物情形之下看着吼，因为我 Google Maps 嘛是中文系统，所以我啥物迄昨昏咧看着英文版，我嘛毋知吼，即嘛要搁查可能无度。你若用Lambay LAMBAI 吼。LAMBAI， 你若用 Lambay Island 去查，就是看到小琉球吼。所以伊的英文名，甲即嘛还阁是用即个较早的即个名吼。好，咱继续来看5月15。早起，士官 Christopher 对龙桥转来到台湾，伊是伫咧本个月初1，该动翻译官 Just 和一个士兵对新港出发去遐吼，去龙桥，要去看阮伫迄边阮和迄边的酋长之间是毋是会当缔定合约吼。伊同齐带来龙桥酋长的一个兄弟和另外15个人，其中有几个仔是伊的仆人。伊报告讲，因离开厝地了后，和迄个希腊人翻译员，前往该地。我一直你想讲即个该地是咧讲啥物所在？前往该地第3天。坐一只舢板来到距离迄个酋长徛起的庄头差不多3海里的所在，但是因为毋知影迄边的情况如何，无把握进前毋敢目前起山，乃决定先派迄个希腊人去遐通知因，阮已经。到位，即是到啥物所在？因会当派几个人对迄个庄头来接5方的人吼。伊即只即个定定这伊啊、你啊、我啊，这还是啥物所在吼？该地啥拢看袂出到底是讲啥物所在。因会当派几个人对迄个庄头来接5方的人吼。荷兰的人伫遐咧听候了后，虽然有人坐舢板来靠岸停泊，有几个居民离此出现几啊遍吼，但是拢无去交了伊。上次迄个希腊人将伊，就是最后啦吼，总算是该同迄个兄弟和几个。随从来5方的人遐，引领因通行因厝上山，和因前往该庄头。哇！即段自头到尾看甲毋知你讲啥。看开始就是因去迄个龙桥这是伫写啥？我真看无。敢有人看有诶哈？有人听我咧念啥？即只迄个庄头是对一个庄头？我若看无。即个庄头是距离迄个酋长住诶所在3里诶所在。好，到迄个庄头了后，随被带去见迄个酋长。伊坐伫咧一间小房。细间仔厝内底，身躯边围一群人。阮荷兰人就伊合适
就是真合适的来行礼啦吼。随着透过翻译员问伊讲，伊为虾米要调换我方的人前来遮？哦，对此伊应讲，事实上是为着要看讲，因和因的祖先拢还未看过，但是已经对新仔人遐听真侪遍的即个荷兰人，伊想要看卖啊。荷兰人是时阵想要看就对啦。因此几工以前则表示讲想要来看，想要看荷兰人。所以我方的人就送一寡真粗俗的礼物啦吼，规罐啊鲜仔的麦仔酒、甲粉吼、甲其他的物件互伊。即寡礼物伊拢亲切接受了后，随着分出8-9罐的麦仔酒，每一罐的边仔还阁放一寡粉吼，互人送去伊所管辖的下底即个砖头的头领。用来甲因讲，根据我方的人被告知啦吼，互人就是讲，伊是安尼讲，伊讲现在伊已经是荷兰长官的朋友，因此看起来伊真欢喜也真满意我方的人去伊遐，但是觉察到讲伊早被几个先仔人所误导吼，甲即个南北。迄个新仔生理人吼南北，伫个迄个附近的庄头，但是还袂伫伊的庄头所讲的话，就是如果伊若无爱和荷兰人缔定合约，荷兰人就会来放火烧伊的庄头。所以伫我方的人伫遐的期间，伊提起2-3摆，并且甲我方的人看做是新建。JPCR， 这是啥物件呢？看做这是啥物件？伊无翻译吼，我看这注脚是安怎写？思考认为上义。哦，伊是迄个解说迄个看做吼，伊翻做看做吼，并且甲我方的人看做是前来探路的侦探。所以想要甲阮刣死吼，因为惊将来阮会去攻打因啦吼，所以想要甲阮刣死。但是即个代志被坚持要和荷兰人和好的伊的兄弟，名叫做加罗昂，或者是兰洛的所阻止。虽然如此，有2-3摆当我方的人去见伊的时，伊为着要恐吓因，甲即个朴刀放伫迄个厅堂内底，并且用严酷的面来教因吼，来直直甲因看吼。但是最后，因为伊迄个兄弟的坚持要求，而获得释放，就是甲阮的人甲放倒来吼。伊按照因异端的惯势吼，来声称讲。伫个2-3工前出去拍拉的时阵，鸟仔叫声以及早暗的梦，拢显示讲会当和荷兰人友好来往，毋免犹豫，一切拢会称心如意吼。因此，才互伊率领几仔伊的仆人前来处对。上述即个南洛拄则讲，就是伊的兄弟啦吼。另外一个名叫做加罗昂吼，就是龙桥酋长的兄弟吼，南洛以及所有伊的随从，拢被长官阁下设宴款待，并且伫迄个市镇等各处被亲切接待。阮发射一发炮弹，并且按照阮的方式操演步枪互伊看，互因感觉真戆影。特别是迄发炮弹的射程之远，激动力之大，互因上感觉戆影。因此，伊来向长官请求，搁再一次发射一粒炮弹互因看。但是阮
停落来，无阁继续发射吼。阮也带伊去看所有的小琉球的即个活掠的人，并且是伫咧伊说明迄场战争的原因了后，问伊对即战事的想法是如何。伊回答讲，这是好的、公正的、妥当的做法。最后也讨论了一寡伊的兄弟和荷兰人中间缔定合约缔和的事情，嘛讨论讲因处于战争状况的放手人要言和友好的代志，就是嘛讨论了因和放手人要讲好的代志因和放手人佫当伫战争状态所以呢，伊就要求乾隆新港讲，伫这2-3天内会过来处队是台湾嘛？为着要含阮来参详一寡代志伊佫转来就对了即个民族就像外表所显示的，伫咧交往中，因是比这附近的庄头的人文明足侪，皮肤较白，汗草嘛较细较细粒子，因的首领对部下嘛较有权威感即个南陆的兄弟，一个人统治16个村庄，每一个庄头由伊来指派一个头领，伊有真侪仆人来服侍。迄寡仆人一直拢伫咧伊四周伫咧伊四周围，因也袂含迄寡乌人相款，是脱目摕咧行路，拢有穿衫。查某人有遮看因的行人妓女和奸人是被因看做是非常可体的代志，都是真见笑的代志每一个人敢若会当娶一个某，若是首领个性，就由即个大囝来继承，共款受到尊重。若讲即个所在有啥物值得互公司去开发的物件，迄遐所有的，包括有袂少的落婆，去和即个民族交往，显然会有得到愿万能的上帝，互阮微薄的努力，会当得以广传伊的性命，广传上帝性命互即寡异教徒来皈依基督教。并且互公司的活动甲利益得以扩展。今仔日有3只用客船出航前往烈士峰和张烧香。老长你讲因和龙桥的人的接触的情形啦5月16。迄寡龙桥人出发前往新港，因伫咧早暗伫咧市镇里来过暝。有一只用客船对小琉球载11个活掠的人来，我已经袂记咧进前拢创几个人300外人的款佫加这10外人，是陆续被5方的人所掠来。对伫咧迄边的朋友写互长官阁下的来批，来知影讲，村的居民拢已经倒去避伫咧山里，岩礁里含一个树林内，因无阁避伫咧洞穴内底咯。理由是根据5方的人咧要因有想到讲，阮会对活掠的人的指示来知影因的洞穴因此5方的人伫咧本9月12号伫咧遐想出另外一个办法，互2个老妇人为即个目的，甲因留伫遐留踮遐，和一个放手人去化工也为此已经准备好。即个放手人嘛是，伊是写什么？也为此已经准备好去化工，爱同情怜悯因咯。所以大家拢爱出来5方的人导航，
以免继续敌对落去。对此，因的回答是讲，爱我方的人伫要暗的时阵，到一个因所提出的地方的所在，因会来应会。果然，伫日头拄落去的时阵，有10个到12个查甫人来我方，来阮这边派去代表头前来出现，来化讲荷兰人是行事诡诈又搁讲白贼的人，所以袂当相信。讲完了后，无等回答就搁离开咯。对迄以后，我方的人就拢无搁听到因的消息咯。今仔日有3只游击船载咸鱼出航去烈士。今仔日南风好天。5月17日，还是透南风，伫我国下带着出席议员的批信，出航前往芒港，要去反腐安怎来起造迄个碉堡的地基。根据上级商务员万山人会来批，现在为着要建造该地基的一切准备拢已经做好哈，已经伊国下伫个暗时安全到芒港遐，看到一切拢做了真好。今仔日好天，5月18。中国国下反腐建造迄个碉堡的地基所需要一切代志，以及高度、宽度、悬度和迄个工程的其他的代志，以及放即个荷叶甲牛膝的即个地窖，要安怎讲？我查一下地窖。地窖 Marino 翻做土坑、地下室地下室啦地下室对。即个窖里我查一下空字白架或者是镐长架堆就是开土窟长架堆开地坑这地坑土窟土库四角深拢叫做镐土库土窟就是镐架。地架中国国下反腐关的要起迄个地基的所有代志悬度、高度、宽度、悬度以及即个要放荷叶、放牛膝的即个土坑的代志了后，伫咧今仔日下晡出发，转来台湾。第2天约略天光以前2点钟，安全来到台湾。知影讲昨昏和昨日有2只游击船对小琉球载42个活领的人来遮，其中有11个查甫人。即寡人是因为要互因准我的承诺，就是答应讲袂甲因杀啦而主动出来投降我方的人。
五方诶人希望讲村外诶人会若是听着因诶兄弟是我诶，偌久也会缀咧出来投降，愿上帝安尼来带领。今仔日用2只用客船载运石头出航，为着要去芒港，作为伫遐建造碉堡之用。5月19。歹势吼，猫仔你叫我甲开门。好，5月19，早起迄寡龙桥诶人，该当牧师 Juniors 对新港又搁来台湾报告讲，伫遐被接待了真好吼，因嘛真欢喜迄寡砖头吼，因嘛真介意迄寡砖头吼。长官阁下含迄个酋长诶兄弟，就是南洛吼，讨论了一寡关系着帝着合约诶代志。长官阁下问伊讲，伊诶兄弟就是迄位酋长诶目的甲心意如何？是毋是想要和阮和谈，缔定永远诶和平关系，或者是另外有其他诶想法？伊应讲，伊诶兄弟派因做代表来遮。除了想要和荷兰人缔和之外，别无其他想法。为了即个目的，派了伊几个主要仆人同齐来，以便转去诶时阵来向伊报告和荷兰人交涉诶经过情形。即个代志若是被伊详细考虑了后，认定是好诶，肯定会和有价值诶代志。即只毋知佫咧写啥吼，伊诶兄弟就会赞同。对此，长官阁下来应讲，上好酋长爱亲自来遮吼。长官阁下伊后壁有迄个挂符啦吼，伊讲挂符是安尼写，伊事先就已经对牧师 Juniors 和迄个新仔人翻译员知影讲，即个兄弟并无偌济权力。所以就印伊讲，上好酋长爱亲自来遮吼，才会当照阮的即个习惯来签订，签订书，即个是读做订吼，还是订啦？签订吼，书面的和平条约，也爱先来商谈一寡代志。譬如关系到龙桥人和五方的人之间交易落坡的代志，关系到生态荷兰人以及盟友的代志，吼，才会当这个是读做明啦。哎呀，我实在，这实在是辛苦的所在吼，足侪字拢袂晓读。盟吼，盟友啦吼，这原来爱查一下吼，联盟是联盟吼，订即个订吼，订婚啦吼，读做订，安尼就变成订婚咯，三声甲第三声。对啊，第三声有第四声，无啊，第三声尔啦吼。第三声安尼，但是你若变调，拢爱读做第二声咧。本来变做定，拢爱变做定咧。所以订婚是毋对诶读法吼。是订婚哦。对啊，比如讲这只订明，应该是订明吼，订盟嘛吼，订明，订亲。等下吼，我查一下啊。毋是因为伊有两个音啊，有第七声诶。第七声嘛吼。173，安尼就对啦。第七声变调就变第三声啦吼。安尼对啦，安尼是有第七声对啦。我都感觉怪怪嘿。对啊对啊。我查一下啊。即个啥？
大理大书店看一寡书通。大理大书店写定名，就是写第三声吼，定正、订正吼，定正吼，定约、定期吼，拢爱读做第二声，因为拢写第三声嘛，所以啊变调拢读做第二声。定名、定正、定约、定期。无，伊即个咱定来讲订婚伫遮是定名啦吼，就是第二个定名的第二个规则讲，若你顶面的婚约吉日，就是定名。好，过来是我定讲挂符吼，即个挂符你华语是安尼讲，但是台语到底是安怎念哈？毋读做挂，来括哟，括弧啊。当然这是华语啊，台语可能无。我查一个啊，即个括字吼，叫做有呢。伊即个词括弧是日文来吼。是叫做大概读做刮胡吼，用刮胡来包。开灯刮胡，我看别位有收无。Marino 刮胡，好，好，安尼以后就知吼，读做刮胡。好，咱转来读字遮吼，就是荷兰人讲啊，恁的即个邮长上好家己来一撮啦吼，咱要讲即侪代志吼，落婆的代志啦吼，盟友的代志啦吼，就是要结盟了后一寡代志吼，才会当制定有根基的长远的和平条约。对此，南陆是应讲伊的兄弟，若是讲无解无用吼，并且由我方派一只用客船去遐甲载伊含定啊含伊做伙差不多60个随从，定含伊做伙随从了60个啊吼，哦，这是真正是国王的即个身份吼，都会赞同即个意见吼。恁船去甲载来，伊都会赞同即个意见，来遮来签订和平条约。不离讲呢，因为因所要建造的时间已经到吼，所以因为你建造啦吼，所以爱一两个月才会当来，关系着和放索仔人的和解的代志。刮胡内底写讲，无偌久以前，伊犹阁和因拍过吼，就是无偌久以前，龙桥人和放索仔人才拄则拍过尔吼。即个伊的兄弟就是即个酋长去互一支标枪吼射伤，标枪射伤，落过伊的身躯，哇，这严重。伊回答讲，若是和阮缔和了，迄当阵若是阮一定爱和因互相和解，就是迄当阵因若要求讲。龙桥人爱和放索仔人互相和解，伊嘛袂反对吼。因为安尼，所以中华国学随时为伊和放索仔的酋长，即个酋长名叫做达古美吼。伊拄好要和小琉球人交谈，所以来到
即个台湾遮吼，所以中国国下着为着要互互即个龙桥人含放索人和解来做调解啦吼。两个人着用真亲切愉快的表情，互相为着和平来青餐啉啦吼，共饮啦吼，应该啉酒吼。中国国下嘛甲讲，若是伊的兄弟无来，龙桥含放索中间的和平就无法度完全成立，安尼就必须要先停战吼，一直到成立完全的和平。对此双方拢承诺会照办。所以中国国下就用长篇大论吼，叙述战争所以带来何等的不幸、甲痛苦等等。相反就是颠倒是和平吼，会带来何等的平安。啊，伊若拢赞同吼，伊拢。这就是读华语的问题哦。你直直教华语，你读吼，有恁台语要安讲，那是拢真正想袂起来吼。我连赞同台语要安怎讲都袂晓。实在是无法度，我无遮侪台语版的文献通我读吼。确实是如此，伊拢赞成吼。好了，赞成。确实是如此。最后又搁讨论了一寡其他的代志，并且互亲切来交代了后，因就搁再度实行了吼，就是因就离开啊啦吼。来，刮胡内底写讲，伫咧长官阁下用一点小礼物来恭贺并且赠送伊含伊的兄弟了后，因就再度实行了。长官阁下含议会要含即寡龙桥人。对和的主要观点甲动机，是因为其他人甚至是因家己拢声称，迄寡含因伫咧作战的，哎，拜托因嘛，莫安尼翻译安尼，我实在是毋知你看啥吼。因啊，到底因是啥，我都看无。有时你啊我拢无写，我实在是看无，毋知你讲啥。是因为其他人甚至因家己，即是讲啥荷兰人哦，还是啥物人？就先声称吼，迄寡含因伫咧作战的，是含啥物作战啊？为伫对因遐要白去一两工路程的迄两三个称做是卑南的砖头，有真大量的黄金，为着要对即项代志得到更较清楚的认捌，同时为着要互阮的名气。互阮的名声啦吼，伫咧即寡粗野的民族中间会当愈来愈扩大，愈来愈有名。而且为着要互即寡善乡可怜的人得到更较文明的生活，而且若是万能的上帝要来祝福，会当互因最后成做基督徒。好啦，我即看有啦，因是讲龙桥人的款吼。好啦，不管。因为一开始就讲是讲中国国下议会要含即寡龙桥人缀听合约的原因是安尼嘛吼，啊所以直直讲因是咧讲即个龙桥人。嘿，今仔日阁有一只杨克船对小琉球载32个自愿导航的居民前来，因拢被保证吼，含上述伫咧昨昏送来迄11个人相款吼。阮会承诺袂杀死因，也袂来苦害因，而且主动出来我方的人导航的，我方的人亲信，村内人，搁来村的人，都会当用即个方法，互因愿意顺服出来导航。愿上帝安尼来带领，互即项代志会当早日结束。今仔日有4只用去船载装纳去邦港，为着要建造碉堡之用。我伫要看最后即寡人的即个结局啦吼，就是即个金狮岛吼，小琉球人原住民的结局到底是安怎？我知影嘛是无好结局啊，导航嘛是。好，继续看了就知。520吼。5月20，有2只洋客船对金门来台湾运来一批条仔以及
圆形的含四角形的虾，有一只用客船带着一张长官的批信出航前龙小琉球，也有一只对芒港来到台湾。士官 Christopher 该动迄寡龙桥人出发，搁再去龙桥，因暗开始透北风。5月21，游玩是透北风。迄只停靠真久的捷心的用客船对西那来到台湾咯，航班共船来台湾，再来300外担的白色甲黄色的青丝，一批布料、黄金、水银甲其他的货物，报告讲欠丝，所以遐个丝大部分拢已经叫人载走。伫咧迄边拢买袂着丝啊，即边是倒位啊？是西那遐还是伫倒位啊？看袂出来，因延前遮尔久的原因应该是伫西那啦伫遐买袂着丝，所以伫遐等足久的。约有2个月无丝船前来，所以只好停靠到即嘛。因为现在才有新的丝啦大量又搁对北方运落来，不离过伫即几个月有船只运来差不多50担到60担的青丝，大批的沙铃、西铃啦，歹势，应该读做西铃所以纱窗安怎读？毋是沙窗，纱窗是西窗但是咧外口迄个放送的，你修理沙门沙窗的已经大家拢教歹去所以西窗才对。以及其他的布料，该当装运差不多4000担的即个沙糖即个是读沙才对查一下含义点。沙这读做沙，毋是读做沙。看有写，伊无写砂糖，无即个词这是华语的写法，然后砂糖台语是，我是毋捌听人安尼讲所以我拢直接读糖就好啊。另外即个沙。西伊嘛砂糖毋是砂糖吗？砂糖毋是砂糖，啥物意思？砂糖拄则砂。就是他刷砂糖，砂糖。但是无刷的音啊，伊嘛是读做沙。感觉奇怪，也听着砂糖拢是砂糖。等下好，咱来查西这是读做西啦，这是确定啦但是伊嘛有一个。我是讲即个密字旁密伫边仔即个读做西，但是伊嘛有沙的音另外即个砂糖的砂，砂糖的砂。刷 sand 刷好啦，你若照即个含义点读啥物？读做沙甲西。就含迄个密字旁的沙甲西相款读音嘛，都是无刷，但是
刷伫别个书店嘛是有用的 ，Marino 的有吼。即只有一个概念，我毋知恁有无吼，就是台语的刷，台语讲刷的时阵，其实你会当用无共汉字去写伊吼，你会当写水里三点水吼，你会当写即个十字边吼，吼，其拢是基迄个英文的迄个 sound， 但是你用即个。你即个中文的用法，应该毋是中文。你即个汉字的用法，其实是照音来用，照字来用尔，无一定讲即个汉字就是安尼读的，就是讲本身你若去查迄个空气字典，可能根本就无即个音。比如讲，徛字吼，徛，我即摆讲的徛是数值迄个徛吼，比如讲彩条徛吼，一徛啦，吼，一竖的即个竖。台语其实是无，台语是不会去读竖即个音啦，吼。啊，竖即个音嘛无徛的音，但是台语读做徛，但是有时啊，你就只好用即个汉字来写即个音安尼。我咧讲到底，大概是我都理解。有理解。理解吼，就是竖即字吼，咱来看一下伊有啥物音啦。竖，embry 写做厂吼，写这台湾线顶书店这参考啦吼，教育部即嘛参考啦。书吼，甘字典写做数十字吼。哎哟，甘字典有收徛即个音呢吼。书吼，书一徛，门徛吼，摊徛，所以到底是是我讲毋对。当然这是有即个音啦吼。即嘛我知影有诶是假借，就是假借即个汉字来用，但是实际上即个汉字并无即个音啦吼。好啦，恁有即个概念就好啊。所以咱即马读即个华语的文章的时阵，内底足侪字，你若直接，你若要读台语，其实你是爱用台语音去读哦，袂使你用直接即个华，因为这是华语的假借字，毋是台语的假借字，安尼了解啦吼。好，继续读咧，转来日子遮。上述含万含其他的生理人，互阮真大的希望，讲伫咧2个月内，就是全正出航前往日本以前，还阁会再来差不多400-500担新丝甲大批的即个西灵，以及其他的布料，安尼，就阮所预定的资金，还阁会当交押的货物前往再运去日本，原上帝如此带领吼，如此来带领吼。官员一关已经被封为是全福州省，应该是福建省吼的都督吼。哈？田志良去封做福建省都督，我若毋知有即种代志。好，还阁也袂上北去调停吼，伊定定赠送大礼物互中央官员，请因来帮忙，互伊会当继续留伫南方吼。伊同时设法来补偿伊即寡开支吼，来刮胡，迄寡对台湾前往西南的生意人，用差不多是互因会当，互因了钱的计数吼，摕走所有的铜甲其他的即个货物，所递到讲即个所在铜的销售大为减少。伊安尼做借口是讲，为着要互国王收集铜，用来铸造大炮。铸造大炮，这应该是读做铸才对。我查一下吼，铸造大炮，今仔日学台语了吼。对，你读对啊。哦，铸啦吼。但是我若搁囥伫头前，搁变铸造大炮，爱读第2声才对吼。本条是第3声铸吼，
用来制造大炮。其实由伊个人甲迄寡铜运去广东省，伫咧遐显然即嘛会当得到真好利润。伊用真侪生意人以真侪生意人真大个损失来互伊个人活跳，但是无一个人敢反对，或者是讲一句话，就是伊互迄寡生意人损失来，互伊家己个人得到利益啦，吼。上述的生意人也互阮真大希望，讲明仔载明年会运来大批的广东的姜甲布料，只要以合理的价销来收买，也无新的海贼出现，安尼就会有够额的好物，通继续搁运过来吼。毋过也有真大的欠点，因为广东的布料就像漳州的布料，有一寡无合格品吼，有寡无及格物件吼，甚至比漳州的还佫较歹，但是必须拢爱收买起来吼。即只用客船也带消息来讲，伫咧归人的西班牙人，因为当地居民实行每一对结婚的人每3年爱征收3个干丁的米，干丁是个单位吼，差不多一干丁是一干单，下底是写干单，顶头写干丁，我毋知对一个吼，是8公升半吼，下底注脚写干单，这只正文写干丁吼，就是一个人一年每一对结婚的人每一年爱收税金3元丁，就是3倍24吼，24差25升半的米，干2只鸡吼。哇，这数应该是嘛算扣诚重吼。毋若引起当地四国所有的居民发动战争，连淡水的居民也拢甲驻守淡水的60个西班牙人对因的城堡来赶走。即个决号内底是写讲，即个60个西班牙人，其中有30个被互杀死，其余的逃走吼。伫咧夜间来偷袭放火来烧即个城堡了后，甲因赶走。确实如何犹太时间分晓，这是西班牙迄边的消息吼。这是第二，这算谣传啦吼，谣言啦，事实上抑阁毋知吼。5月22、23、24、25，无特别的事，即几工大部分是西方。昨昏下设商务员 Carol Harsink 坐一只舢板对小琉球来到台湾。等下下底有写即个商务员的经历吼，等下再来看，咱继续读咧吼。报告讲，伫迄边的情形抑阁算好，无通摇伊吼。迄个中尉伫咧3、4工内就会收拾好迄个目纱含迄到位仔的篱笆，打算伫咧接到命令的时阵，就要转来台湾。伫迄粒岛上已经无特别需要做代志，敢若有1、2个人主动出来我方的人投降。阮也对迄个上述的即个哈辛克就是拄则讲迄个下设商务员，知影讲。对伊知影讲，本个月22号有一只用客船载着42个自动来航的小琉球人，由一个士官长、5个士兵含迄个喇叭手监督，吹喇叭吼，监督讲要运来运来台湾的时阵，伫咧淡水附近，迄寡小琉球人掠准讲会当甲阮我方的人杀入去水里，所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夺取该船，来起来反抗。我方的人，但是因为我方迄寡人勇敢抵抗，所以上述小琉球人除了11个人以外，拢跳入去水里逃走。迄11个人当中有6个被我方的人拍死，有5个受伤。这5个受伤会该动其他的18个小琉球人由哈信先生带来处地。
剩诶迄寡人，我方诶人咧摇讲，伫淡水顶起山诶时阵，确实进行犹太时间分晓。即个淡水敢是下淡水？那有可能因走到北部去吼，应该是下淡水。好，即个商务员 Carol Hassin， 伊诶简历下对写讲是 Muirs 人，伫1633年伫日本，1636年到41年，经常伫咧东京甲江南，就是越南嘛吼。东京毋是日本吼，应该是伫咧越南吼。1638年伫咧东京升任商务员，1641年伫台湾升任上级商务员，1643年担任归国舰队指挥官回国，1646年、49年伫咧 Muirs。1651年，佮转来亚洲，才担任东印度议会议员，并且担任法务会议副议长及孤儿院的院长。1652年担任教会议会特使。1653年担任被任命为台湾长官。所以咱以后读着即个人的名吼 ，Carol Hassin 吼。但是因为临时被委任为公司的总经理，还未上任。1654年担任法院的院长，1661年到63年担任法务会议的议长。好，官做足大啦吼。5月27，即几工西方，即几工也含前几工相像，无用你收买食心的容克船所运来货物。今仔日有6车容克船来到台湾，其中有5只对厦门来，运来差不多2500担的糖甲一寡布料，另外一只是对烈士载盐甲米来。5月28，阁有3只容克船来台湾，2只是对厦门来，1只对安海。载200担的糖、400担的冰糖、40担的丝甲一寡布料。今仔有一只容克船对小琉球载4个外来的人来到台湾，对迄个中卫社务长官阁下的批来写讲，放锁的人摕来2粒人头，就是逃走的小琉球人的人头。我方的人也伫咧迄个岛边仔发现2个新的牌仔和顶头的即个器物，牌仔是迄个竹筏啦吼，竹牌仔啦吼，和顶头的即个器物，顶头是啥物物件吼，无讲。我方的人就以为讲有人会阁前来，因此派人伫遐踮遐酒户，户是头做户哟，候选人读校嘛。有好、部、无，就是无效。所以咱就黑白读平常时。我看遮说台语。无好甘为丁，这是甘字典。台日新字词有孝的音啦吼，孝甲孝吼。有时我就想安尼到底是啥物话字典首个音和另外字典首个音拢完全无共吼。因为迄是鼻音，毋是有文鼻音吗？我查伊讲，这是啥物？鼻音是好哟。好是鼻音哦。对。文鼻音你伫倒位查哈？我拢毋知影文鼻音要去倒位查。有只摕着是教育部内底。教育部的书典内底有写文鼻音就对啦。对。OK。好是对，好就是文音。好是文音，孝是鼻音安尼。OK。教育部，
我查者吼，教育部的词典。毕竟即马钱上多的就是教育部嘛，教育部才有即个资源去做新的、做足多的代志吼。查看觅啊，台湾闽南语查字幕，我要查一字户口。等下，我先甲即个 bookmark 起来。bookmark 等下我的bookmark bar 等轿车。号、听号、单号、序号、气号。所以你是查对一本，伊才有写讲文白音嘛？芭比。我拄则是找高一字的时阵。你敢有看到我即马咧用的即个教育部迄个？我共款啊，因为我是对教育部内底看到的。所以我着爱安怎查才看会着？我着安怎看？我看我拄则安怎查。系啊，我毋知要安怎看。另外我搁搭即个，我找一个好酸情。又搁读做后酸情。嘿。无，遮嘛无写。为虾米我特别要查？因为我一直对我来讲是诚困扰，就是文白音我真正有时会分袂出来吼。我嘛毋知要倒去查。有看到。因为我早是直接 Google 了后咧，伊相关联的伊会照出来嘛，照出来我就直接看到一个，是教育部内底的。我即马打好，我即马打一个。好。我才有即个 page。就是即马打即个吼。对。我拄则因为我本来是要找台语嘛，甲后即个字安尼 Google 的时阵，伊就相关联拢会照出来，就其中有一个就是即个网页。好。白音，和甲和是文音。但是为什么我无看到？好，不要紧。我知影是毋是迄个拄则类型迄搭，是毋是无呀？是毋是安尼查？对无？伊看顶悬，伊是按迄个查字幕听。怎么念？词幕。吧。对啊，然后比较有那个类型分类，可能是安尼查。类型，我嘛是用即个字幕啊，台湾闽南语查字幕啊，因为其他拢无啊。但是看起来是即页含你所答我迄页无共，生做无共款。即字我甲点入去，嘛无写讲文白音。
好，好，不要紧，这再来再吼，咱继续来甲读了啦吼，时间过啊，我其实应该读煞。因此，阮要讲甲抑个有人会来导航啦，因此就派人伫遐守护吼，希望借此会当搁掠着几个人。今仔日下设商务员哈信带一张批再度出航前往小琉球，要去遐迄位中尉当面来转告，对我阁下对几件代志的意见，并且命令伊积极转来台湾，因为已经有真好的天，有个真长的好天吼，可能就要开始恶劣的天气咯。若是迄当阵才要转来，伊真有可能会去延前真久，对公司造成真大不利。哦，这是5月28吼。今仔是咱无搁读了吼，时间到5月29，明仔载拜五，我才拜五。安尼后礼拜咱再搁开始读吼，对5月29开始读起。看迄寡人的结局啦吼，迄寡去用活掠去的小琉球人的结局是安怎？毋知写应该会啦吼，会交代讲因送因去倒位安尼吼。好，安尼我来先煞看一下芭比遮笔记吼。这是芭比写第362期是啥？台语网播第8页吼，对纪念汤德章律师对照西班牙转型正义之路。哦，田永兄写吼，各位再去找出来看一下吼。第25页山林堡，即个地号名。山林堡这是啥物所在？就是山林堡吗？三重。但是遐个人，就是那个像马文啊，Marvin， 伊真甲我开讲时就讲过，讲遐伊一直感觉就奇怪，因为遐个因在地人是安尼叫的。哦，在地人拢叫山林堡吼。对，结果即马连那个教育部拢可能拢写这个改做啥，拄则你读的。山林堡，嘿，山林堡，因为阮外地人都看了山顶，就是读山顶啊，袂去读这山顶嘛，山林嘛。因为山林啊，和山顶迄汉字的意思完全无共。对，所以伊甲我开讲的时阵，就特别是讲到即件代志，我甲鼓励讲，无你，我讲妈妈，你应该去欢迎啊。伊以前拢讲安尼，这也无效啊，啥物？我讲不管啊，你会使欢迎啊。欢迎有人出声，有人写歌啊，有人做一个代志，而且你是在地，你应该爱做一件代志。以前我就甲伊讲过啊，结果后来到可能到今年吧，今年就甲我开讲的时阵，就讲好，我讲一个时阵，我讲我就叫你应该爱写，你就讲好，无你写看卖，就去写。所以讲，迄内容是即摆看出来是已經去寫過了後，但是對方的回覆是無啥，當然咱嘛知影可能無啥滿意啊啥安怎，但是有做即件代志。我是甲講，你是在地，而且你清楚你會講較詳細嘛，而且你安尼有去做的時陣就是若是足濟人有去做即件代志，就有即個力量伫的啊。所以讲，即期就是台湾通新闻部即期上新的即期362期，即期是我一看，咱两个朋友拢有看入去啊。哦，OK，好，真好。就够诶。嘿。叫做山林堡，对，讲应该要叫山林堡。嘿，对。另外订婚吼，就是读第7声。有另个因拄则听向佫分享讲，伊佫查的是因为咱莫受华文，我的理解是安尼，就是后来就是华文上本来是那个定嘛，就是。对，嘿，台语的汉字写法应该是迄个文定的定啦，嘿，对，安尼才对嘿。这有第7条。是，嘿，对，其他我看，好，
田乡兄写讲，因爸爸是卖布，所以伊拢讲米西嘛吼，棉纱啦吼，米西，就是即个密字旁，即个爱读西啦吼，西线吼，啊，所以西汤吼，但是即马逐个你讲西汤，逐个可能佫听无。啊，因为佫有沙迄个音，敢会是有读做沙汤？有人有迄部的，敢会是讲沙汤？迄应该是文白音啦，互你有啦。啊，所以咱是听着错误的，应该是沙汤对无？对啊，迄沙汤嘛是会音字。错误的是直接甲迄个沙，甲伊当做迄个涂沙的沙念嘛。啊，但是这是绝对是毋对啦，因为迄是读西啦吼。我知影，因为较早，比如讲阮母啊，因较早伫咧纺织厂咧上班，拢嘛讲西。啊，或者是你讲平常时你赤碰西衫，碰西衫你知影毛线衣，毛线伫台语叫做碰西啦吼，所以拢读做西，无迄个沙汤的啦吼。啊，就毋知啥物人就引一个录音带全台湾四界放，大家就对咧读沙汤。若是文白音有沙即个音，所以讲沙汤嘛是会音字对无？迄啦，嘛是会使啦，就沙汤就有人讲啊，沙汤也袂使，沙汤搁较正确个吼。好，袂要紧啦，袂要紧，这咱。毋知是倒一位，最好笑。好，安尼好，咱到遮吼，后礼拜再搁继续读，啊，礼拜四啊，台湾暗时9点吼。啥物人有要讲话吼？我拄则敢若听到啥物声，好，歹势。好，安尼咱台湾时间，对，好，暗时9点才，礼拜四暗时9点才欢迎大家来开讲吼。我还袂想着即礼拜要讲啥物题目，但是总是有题目通好讲，太侪代志通好讲吼。好，安尼咱遮规帮吼，感谢各位，欢迎新朋友回药网。好，真欢迎你啦！我知影你可能我歹势起来，阮要规房啊吼，欢迎你。嘿，好，再会，大家，多谢。